好，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平安。很高兴今天在这里，跟大家一起聚集敬拜。今天上帝要给我们的话语是，历代志下26章16到21节。我想最近在接下来这个礼拜，大家应该会发现有一些很重要，有一场重要的运动赛事，叫做世大运哈。那其实我们建成也有建成篮球队啊，大家对运动这方面呢也蛮有擅长，然后也很喜欢哦。那这个世大运呢，其实对于台北市政府来讲，不只是台北市政府，其实对于整个台湾来讲都是第一次举办这种国际性的赛事。可能有人会想说，那之前琼斯杯啊，那也算是国际性的赛事，但是那比较属于就是单项，就是专门针对篮球或者是针对棒球，很少有这一次是针对非常多的运动项目一起办了一场运动赛事。那在运动的当中，我们都知道可以锻炼体魄，可以训练自己的心智，然后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也可以彼此切磋，让自己的球技或者是各样的跑跳可以更加的精进。那当然了，如果要像参加这种世大运等级的国际性的比赛，一定要在自己的国家里面怎么样？要先过关斩将，可能要从自己区域性的比如说以台湾来讲啊，可能就是台北新北市啊，或者是大台北啊，然后在台湾区啊之类的这种越来越大，在每一个阶段的比赛都要胜出才有办法，才有资格取得这样子的一个参赛资格。输赢其实对一个运动员来讲，特别是要争取这种参赛资格的运动员来说是非常重要的，跟我们那种建成篮球队那种比较不一样的，那个其实是算是友谊赛啦，但是在友谊赛的时候，其实大家也都很想赢，对不对？好。连友谊赛都很想赢，那更何况是这种争取资格的比赛，那就更想赢哦。因为这有关于自己身为一个运动员、专业运动员的未来。可是，如果为了争取胜利，只想赢却不择手段，失去了当初成为一个专业运动员的初衷，失去那个对这份运动本身的热爱。那就可能会做出一些比较错误而且令人惋惜的选择，就好像之前奥运，我们都常常有注意到奥运的一些比赛，就会发现有些运动员会使用禁药，为了让自己的体能、爆发力各方面突然的提升，会使用一些禁药来使自己可以来胜出这样子。所以从今天的经文里面，历代志下26章开始，我们有看到，因为我们知道青少契和社青都有跟着，从今年7月开始有跟着新眼光读经的计划在走。那社青已经开始了，那青少契也欢迎加入，还有其他的各个弟兄姐妹也欢迎一起加入这样子的行列哈。在历代志26章开始。我们看到一位犹大君王乌西雅的记载，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没有，但是在26章同样是这一个章节里面第4节、第5节，它的记载是这样子的。他说到乌西雅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，效法他父亲一切所行的，并且讲到他有一位叫做撒迦利亚，一位通晓上帝默示，一位教导人敬畏上帝的人。有这么一位臣子在他旁边来辅佐这个乌西雅王，可以在各样的时候，在每一件事情上面都谦卑定义，寻求耶和华的旨意。因此，耶和华上帝就使他凡事亨通，无往不利。圣经也记载，同样在26章的第15节这边记载说，因为他得到非凡的帮助，乌西雅的名声就传到远方。这是非常非常丰富的恩典跟祝福啊！好，上帝给他这么大的一个祝福。可是我们会发现，今天读的经文好像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。刚才15节，26章15节才讲到乌西雅得到非凡的帮助，
得到上帝的帮助，于是他的名声传到远方。第16节就是今天的经文段落，一开始乌西雅他就说，乌西雅他既强盛，就心高气傲，以致败坏。一下子一个很大的转折。这个时候的乌西雅已经不是当时候那个谦卑会寻求上帝的乌西雅，因为上帝给他在各样的过程当中过关斩将，他是个非常有功勋、非常有地位、非常受人民爱戴的一个君王。在他站上成功的舞台的时候，他以为上帝会为他无止境的背书，他以为上帝是可以让他控制的，他以为他做什么，上帝你就是背书就对了，你就是我无条件，你就是要无条件支持我就对了。好，于是呢，他的心，他骄傲的心不断的扩大。于是今天的经文里面说，他的骄傲让他干犯耶和华他的上帝，他要进耶和华的殿，并且要在香坛上烧香。到香坛上烧香不是他的事情。今天的经文也告诉我们，到香坛上烧香是祭司的责任跟职分。这是从十诫里面摩西律法来的。好，所以今天的经文说，想想看，一个大有气魄的乌西雅王，从外面进到圣殿里面，他就是定义要来烧香了。我就是要来烧香。今天我要献主祭，因为我很大，大家都尊荣我，我是一个非常伟大的王。然后呢，随后有一个祭司长亚撒利亚，祭司长亚撒利亚，他就率领80位祭司，勇敢的祭司，从后面随着乌西雅王进到圣殿里面，然后呢，一定是绕过这个乌西雅王，然后把他挡住，挡在乌西雅的面前。哇，这是一个很紧张的时候，是个一翻两瞪眼的时候。我一个王开什么玩笑？我打过这么多场胜仗，我在我的国家兴起了这么强盛的建设，有什么是我不能做的？今天我要上香坛烧香献祭，你这些祭司是在干什么？这些祭司他面对了一个困境，就是当他们面对这个不可撼动的势力的时候，他们可能会惨遭株连九族的命运。乌西雅王他可以随时下令，叫卫兵把他们都拖出去宰了。但是这些祭司在圣经里，所以圣经强调他们是勇敢的祭司。这些祭司定义寻求耶和华的旨意，来劝、来阻挡、来阻止乌西雅做这件事情。虽然耶稣也说，我们人的意念，当我们人的意念有犯罪的时候，即使你还没有做，你就是已经犯罪了。但是这些祭司还不肯放弃啊！你想来献祭，没错，我们知道你想来，但是呢，千万不可以。最后一道防线，拜托，你就到此为止吧，回头吧。可是乌西雅王没有回头。我们看到今天的记载。今天在19节的时候，19节没关系哈，19节，他们这些祭司要来阻止乌西雅王，对他说：“乌西雅，给耶和华烧香不是你的事，而是亚伦子孙的事。他们是分别为圣来烧香的祭司，你赶快出去吧，你赶快出去吧，因为你已经犯了耶和华你的上帝。耶和华上帝必不让你得尊荣啊！”他们这些祭司真的是非常的语重心长，他们想挽回他们的君王，他们希望乌西雅王的骄傲只是暂时的，只是暂时，好像得了失心疯一样，忽然忘了自己的身份，忽然忘了自己不是祭司。他们希望那个只是暂时的，他们希望他们的王可以来悔改。
可以回到之前他们所认识、他们所尊敬的那个敬虔对上帝敬虔也谦卑的乌西亚王。这些祭司的行动其实是上帝给乌西亚的一个机会，是上帝的怜悯和慈爱的显现，是一个恩典的记号。乌西亚他能抓住这个机会吗？他能抓住这个机会吗？他想抓住这个可以重新跟上帝连结的机会吗？很可惜，因为我们都读过经文了，所以已经破梗了。我们已经知道他没有抓到这个机会。好，所以众祭司的这个行动，他们用爱心要来说诚实话的这个行动，这个一个出自于怜悯跟爱的一个行动，在骄傲的乌西亚的眼中，看为是一个让他羞耻不堪的事情。开什么玩笑？要一个大君王在大庭广众之下承认自己错了，我就已经可能已经朝服都穿得非常的华丽，我要来献祭了。你今天要我回头，你像什么样子？好，头已经洗下去了，怎么可以就这样走出去呢？有没有去那个美容院洗头发的经验？不管你是去洗头发还是染头发啊，好，有没有说染到一半？有人说：“你不能再染头发了，有一个事情你非常非常重要要去做，你不能再继续染下去了。然后你现在马上出去。”那个小姐们，已经染头发了，已经染下去了，都还没有洗呢，就这样走出去，很丢脸呢。哦，怎么见人啊？乌西亚王头已经洗下去，要他回头，让他离开，怎么可能？我离开就代表我输了，我不想承认我输了，因为一直以来我都是成功的，一直以来上帝都是帮助我的，上帝都是不断的在我后面为我背书的，我想要做什么，上帝都让我做成什么，所以他选择要把头继续洗干净，他选择把头继续洗干净，也不要这样乱七八糟的走出去。他以为可以用他的权势，用他的地位，用他的成功法则来维护他的地位跟尊严。殊不知，当他想这样子坚持下去的时候，他得到了一个非常污秽、肮脏的记号，就是长大麻风。当他在面对这些阻止他做这件事这些事的祭司，当他面对这些祭司，他生气，他气这些祭司既然来坏他的好事的时候，马上在圣经里面讲说，在19节，乌西亚发怒，手拿香炉要烧香，他还是硬要这样做哦。他在耶和华殿中香炉旁向众祭司发怒的时候，他的额头在众祭司面前忽然就长出麻风了。他执意要做，他不听劝，所以他忽然立即马上他就长了麻风。他被上帝严格的打入冷宫，他永远没有办法再亲近上帝。当他跟上帝的关系断绝的时候，他跟人的关系也断绝了。他的地位，他的成功，他的名声，他一切，他一生所拥有、所建立的骄傲，让他失去了一个可以得到恩典的机会。其实，在我们人生的路程当中，我们都有属于自己的成功经验，也有自己的成功法则。或多或少，在这当中，我们都有可以夸口的事情。这些可夸口的事情，会不会让我们像乌西亚这样，在不知不觉当中失去了对上帝的敬畏？上帝所赐下我们诸般的恩典，我们所得到的成功与掌声，不管是在学业上，或者是事业、工作、人际关系，甚至于在教会、在社会，我们可能拥有一些影响力。这一些的成功与掌声，这一些的影响力，会不会让我们渐渐离开上帝而不自知？
的例子让我们知道，在老练当中，我们更要懂得谦卑。在老练当中，因为只要有人，就一定有属于人的限制。即使是耶稣啊，当他道成肉身的时候，他也有属于他的限制啊。因为他是道成肉身的时候，他就是一个人了，他是个完全的人，他也会饿，他会渴，他也会累，他也会发脾气，而且他同样要面对死亡这件事情。道成肉身的耶稣，他同样跟我们一样，没有办法跨越时间空间的限制，可以同时来医治所有的人。我想我们去医院看医生的时候，也是一个一个进去，因为医生也不可能同时看所有的病人，而且那个号码满了，好，今天到此为止，你挂不到号，你就下次再来，下次再挂不到，那你就慢慢等吧，因为他也是个人啊，他不可能永无止境、不眠不休的看下去，耶稣也没办法。不但如此，耶稣他也没有办法满足所有人的需要，在他道成肉身成为人的那个时候，他也没有办法得到所有人的支持跟认同，所以耶稣常常需要一个人退去安静祷告。他常常需要一个人安静祷告，并且有的时候他会邀请他的一些同工，邀请他的门徒一起祷告。他要暂时离开人的声音，他要暂时离开那些不合上帝心意的掌声跟尊荣，因为许多人欢迎耶稣，是欢迎耶稣做王的，做世上的王的，并不是耶稣心里想，并不是上帝的心意。所以耶稣他是个人，他也有属于他的限制跟试探。那么连耶稣都这样子了，更何况是我们？人的限制其实是上帝给予我们人类一个很大的祝福，因为有限制，我们会谦卑自己，看别人比自己强，我们会因此避免自己骄傲，避免一直坚持用自己的意思来做事。虽然我们有一些成功经验，但是千万我们不要像乌西雅，一旦得到众人的称赞和尊敬，就忘了我们所领受的其实都是从上帝而来的。在哥林多前书第4章7节有说，使你和别人不同的是谁呢？你所领受的有哪一样不是从上帝来的？若是领受的，又为何夸口，好像不是领受的一样？我们其实没有什么可夸口的，只有夸口上帝的恩典而已。另外，我们要看看祭司长这个亚撒利亚和他所带领的那80位勇敢的祭司所做的，带给我们怎么样的一个反省？我们要一起来思考：当我们面对一个不合上帝心意的时候，当我们面对一个不合神心意的诠释的时候，我们会不会有勇气把这个诠释给赶出去？我的意思不是说要我们把别人赶出去，不是要把那些不合神心意的人赶出去，不是的。我在这里强调的是，我再一次强调，这个以自己为好的骄傲的诠释，往往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。有的时候，圣灵会提醒我们，当圣灵就好像那些祭司提醒我们心中有骄傲的时候，我们会做怎么样的选择？我们会像乌西雅王一样，被圣灵提醒，你觉得很丢脸，然后呢，觉得很丢脸没关系啊，被人家指正错误，我想每一个人心里都不是那么的，在那个当下都不是那么舒服，都会觉得很丢脸，好像被说中了，很丢脸。那然后呢？接下来才是重要的。当我们觉得圣灵的提醒说中了我们的心事，圣灵可能透过别人、某人，可能会透过环境，可能上帝会亲自对我们说话，说王之梅，你这样讲不对，你那样做不行，回头吧。那我该做什么选择？
乌西亚王他做错了选择，我们知道，但是我们呢？我们会让我们心里的骄傲继续掌权吗？我们会因为丢脸变小灯羞举来意的爱动，就是丢脸到一个程度，反倒生气，就像乌西亚王这样子，被说中了，这不是你的事，烧香献祭不是你的事，被说中了，命中红心，然后乌西亚王他的选择就是很丢脸，然后就很生气，将错就错，就错到底。还是我们愿意谦卑悔改，在那个当下，我们愿意顺服圣灵的提醒，愿意顺服上帝，相信，因为我们顺服，就是因为我们相信，相信这一位主爱我们，相信这一位主，相信我们的耶稣基督，他用他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。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因着上帝的怜悯，才得以在耶稣基督里重生。这并不是说我们已经完全了，并不是说我们在这边宣告主，我们相信你，然后我们相信圣父、圣子、圣灵，然后受洗归入主为你的名下，然后我们就完全了。我们是被洁净了，我们是被接纳了，但是我们还是人，我们还是很无奈的要继续活在这个世上。讲无奈是有点悲观嘛，我们应该成为一个基督徒，应该要更积极、更主动的为主发光发热。但是常常我们会因着自己的罪，因着自己的骄傲，因着自己自以为的成功经验，不断的被这些来控制、来辖制。我们要知道，我们会来到教会，代表我们是一群承认自己有得罪上帝的人。就好像耶稣说，健康的人不需要医生，只有生病的人才需要。我们今天为什么坐在这里？我感谢主，会去看医生的人，都是一群知道自己身体有哪里不对劲，需要被医治才会去医院嘛，对不对？可是有些人呢，没关系啊，这个肚子有点痛应该很多人病情拖到病入膏肓才去找医生，很多时候都来不及了。可是今天我们会坐在这边，代表我们需要被医治。我们知道我们的心灵需要被医治，我们的心灵需要被主来释放。我们自己内心的欲望，除了我们自己知道，最清楚的就是上帝了。甚至于我们不清楚的，上帝都知道。因为上帝的怜悯，他不断的在每一个礼拜、每一次的聚会当中，他呼召我们。透过上帝的话语，透过耶稣基督宝血的救赎跟遮盖，透过圣灵宝贵师在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信仰团体中的运行，让我们在群体中学习如何彼此相爱相扶持。看到别人的需要，就要发现自己的责任在哪里。所以我们要定睛在主的身上，要愿意为了耶稣的牺牲来谦卑自己，放下自己的坚持。每一次的礼拜，每一次的聚会，每一次当我们安静在主面前的时候，都是上帝给予我们可以更新的机会，是一个回应耶稣牺牲的爱，将自己的私欲，将自己的骄傲钉死在十字架的机会，也是一个从死里复活的机会。我们要将自己的心门打开，把耳朵打开，要去听。我们都很喜欢听好话，有一些不好听的声音，我们更要注意的去听。或许这就是圣人的提醒，我们要定义寻求耶和华。乌西亚王没有把握得到的机会，我们一定要把握。最后我要说，教会不是为了累积自己的利益所存在的地方。教会是定义学习耶稣，愿意为人来牺牲，愿意放下自己地位的信仰群体。教会是不断提醒自己要更谦卑、更敬畏上帝的地方。它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，不可以把自己的想法凌驾于上帝，也不可以讨人的喜悦更胜于讨神的喜悦。
我们要把握乌西亚没有把握到的机会，我们要学习那些祭司更刚强、更勇敢的去面对那个黑暗的权势，面对我们内心那个一直要把我们脱离上帝的那个权势。我们要用爱，要用上帝的爱跟怜悯来挽回我们自己。同样，我们也要这样子的爱挽回别人，挽回我们信仰群体当中的肢体。就好像耶稣坐在我们身上一样，我们的主导文里面，耶稣有教导说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。不要给魔鬼留地步，以至于让我们好像是瞎眼的比瞎眼的，都跌到深渊里面去。我现在先请敬拜团的团员，我们一起再来服侍。在最后，我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上帝的提醒，有4个提醒。上帝提醒我们说，不知道我们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，是不是有像乌西亚已经自己做大做主，自己做王了，偏离了上帝，忽略了圣灵的提醒，甘愿成为魔鬼的奴隶，背逆上帝。不知道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，是不是变成只爱听别人的话，爱听人的赞美，却不爱听上帝的话，不想讨主的喜悦，甘愿受到罪的束缚，失去了在真理里面可以得到的自由。我不知道在个人的心中，是不是已经失去怜悯，失去勇气，不想挽回那些一直受到私欲捆绑的肢体，包括我们自己。我不知道个人的心中是不是已经好像得了麻风病一样，感觉上帝已经离自己很遥远，感觉好像自己一步一步的在离开上帝，却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或者我们认为，我们看见了我们某一个我们所爱的肢体，它也正朝着灭亡走去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千万不要忘记，耶稣他也怜悯，他也医治，他也触摸那些已经得到麻风的病人。如果我们觉得自己好像已经染上了麻风了，已经来不及了，我要告诉你，今天上帝呼召你，今天你回应了上帝的呼召，你来到了他的圣殿，你参与了这场盛会，一切都来得及，一切都来得及。只要我们常常在耶稣基督的恩典里面，这一切都来得及，都不会太晚。这是上帝给我们再一次谦卑悔改的机会，我们要好好把握，重新在上帝的面前立志。我们要定义寻求耶和华，单单讨他的喜悦。我们先一起再来唱这首诗歌《谦卑》。主
觉得上帝已经离你很远，如果你觉得你是一个不被接纳的人，如果你觉得在你的环境里面，你的人际关系已经破碎，如果你得不到你同学的谅解，也可能得不到你同事的谅解，有许许多多的骄傲在你里面一直不断的搅动。今天我要恳求上帝的灵来医治，来释放你们的心。现在我们要承认，我们要在上帝的面前承认说：主啊，主啊，求你原谅我，求你原谅我心里的骄傲，求你原谅我一直让我自己那骄傲的罪捆绑的我，让我很痛苦。主啊，求你真理的灵赐给我自由。主啊，我要在你的自由里面重新回到里面，成为圣洁的儿女。主啊，我要做你的儿女，我不要做奴隶，我不要做罪的奴隶，我不要被罪来辖制。主耶稣，主耶稣，恳求你，求你洁净我，求你释放我，求你也帮助我。当我在面对这样子痛苦的时候，主，你的保险，你的慈爱，你的拥抱，你的安慰，成为我的信心与力量，让我有盼望的跟随你，让我有盼望的走出去。亲爱的主，谢谢你，主啊，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，谢谢你听见我们心里的呐喊。主啊，这些孩子，这些青年都是你所爱的，都是你所拣选的，都是你所呼召的。主，若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有怎么样的破碎，若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有怎么样黑暗的权势捆绑着他们，主，求你怜悯、安慰、医治，求你拥抱他们，不让这罪再辖制他们。主啊，主，我们谢谢你，谢谢你在我们的心中给我们一个非常美好恩典的记号，那就是你的爱永远不离不弃。没有一只羊是你愿意失落的，因为你要撇下那99只，就去寻找那一只。主啊，主，我们谢谢你，因为你是使清水变为美酒的那位耶稣。主，我们要经历你，我们要在每一次的盛会中来经历你。主，感谢你。主，感谢你。主，在你面前，我们要谦卑向你。使我谦卑，我需要谦卑，就是我谦卑，曾到主面前，就是我谦卑，求主使我谦卑，我需要谦卑，曾到你面前。哦，主，求你来我的骄傲，让我重新想起你的
谢谢你洗净了我们的罪，谢谢你让我们有勇气、有信心、有盼望，继续跟着你前行。我们同心的敬拜、祷告，都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